歡迎大家收睇廣東話遊樂場 Cantonese Playground。你哋唔使轉台啊，你哋冇入錯頻道。我哋今日咧要特別多謝小薯茄嘅團隊，因為佢哋喺2025年嘅6月12號上載咗一段由朱咪、阿 J 以及嚟自台灣嘅 YouTuber 迪妹、D 妹一齊拍攝嘅影片，挑戰咗一個非常搞笑嘅廣東話音譯外來語遊戲。我哋而家就有請朱咪為大家解釋下，究竟小薯茄嘅挑戰係點樣做嘅先。迪妹咧，其實英文都好好啦，而廣東話咧都有好多字咧係來自於英文嘅。上一陣咧，我哋就會有5條題目去考一考 D 妹喺唔識廣東話嘅前提下，知唔知嗰啲字嘅意思同埋嚟自於咩英文？咩係音譯外來語呢？就係將外來語，尤其係英文，用廣東話嚟發音，變成咗本地化嘅詞語。喺60、70年代，香港同外國嘅接觸越嚟越頻繁。有時講幾句英文，甚至用英文嘅諧音嚟講廣東話，係一種好潮嘅象徵嚟嘅。我哋今日就一齊回顧翻5個當年非常流行嘅詞語，睇下而家你仲有冇繼續用？第一個詞語蛇龜，蛇龜有冇聽講過？你份人唔好咁蛇龜啦！蛇龜呢個詞語呢，係嚟形容一個人有啲膽小、怕事，甚至係驚青嘅。蛇龜呢個詞語嚟自英文單字 scared。廣東話蛇龜同埋英文嘅 scared 發音係咪有啲相似呢？近年蛇龜呢個詞語仍然都有出現嘅，譬如2024年 ViuTV 嘅劇集《出租大叔》都有用過蛇龜呢個詞語㗎。2023年歌手陳柏宇喺訪問嘅時候都有講過自己蛇龜㗎。你都試下用蛇龜呢個詞語形容下嗰啲膽小怕事嘅朋友啦。第二個詞語爆格，爆格，我屋企俾人爆格啊，唔見咗幾隻金撈。爆格嘅意思就係屋企俾人打劫，亦即係入屋盜竊。成世人都係咁噶，你點解爆佢間？爆完格再奸佢。呢個片段係嚟自1995年嘅電影《回魂夜》嘅對白。入邊嘅字幕就將爆格寫為偷。2022年試當真嘅影片《爆格爆出橋》亦都用爆格作為主題嘅。香港嘅爆格案呢，應該唔算太多，但係住喺外國嘅朋友應該都會喺新聞聽過 burglary 呢啲案件。頭先個例句，我屋企俾人爆格，唔見咗幾隻金撈，入邊嘅金撈就係勞力士 Rolex 手錶。而家仲有啲人話戴金撈呢一個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㗎。第三個詞語花神，花神，花神咧係源自英文 fashion 嘅，不過喺粵語嘅口語中，佢唔單止係指 fashion 時裝，更多時候咧係攞嚟形容奇怪嘅主意或者係古靈精怪。2014年麥兜推出咗個短片系列，叫做麥太扭花神。其實我唔係好明咩叫做扭花神，或者係 new fashion 嘅意思，因為個扭字嘅發音有啲似英文 new。歡迎麥兜嘅粉絲喺後邊留言話俾我知咩叫做扭花神。2021年作曲家兼監製伍仲衡舉行咗音樂會，搞乜花神？搞乜花神？即係你搞緊啲咩鬼啊？通常係形容一啲鬼主意。嗱，你唔好話我老土啊！亦都唔好話我喺度考緊估。2023年陳奕迅嘅一段 YouTube 短片嘅縮圖就用咗搞乜花神呢幾個字啦。估下呢度係邊度？如果你係香港人，你一定會知，冇錯啦，呢度就係旺角嘅麥花臣遊樂場。唔知有幾多香港人喺麥花臣球場留低咗腳毛呢？第四個詞語薯乜，薯乜。薯乜咧就嚟自英文嘅 schmucks。Just anything but the schmuck。薯乜呢個美國俚語，通常係形容一啲蠢蠢地或者係冇咁叻嘅人。香港曾經有2套電影都用過薯乜嚟做西片嘅譯名嘅。2002年由 Jack Nicholson 主演嘅《薯乜先生》，同埋2010年由 Paul Rudd 加 Steve Carell 合演嘅《薯乜飯局》。英文 schmuck 呢個字咧就有啲輕視諷刺嘅語氣，但係喺香港嘅口語咧，多數都偏向搞笑啲嘅，就好似話今日你咁着好薯乜喎，即係話你打扮咧有啲老土啦。
最後一個詞語啦，第5個詞語屙拔甩。屙拔甩，屙係嚟自英文嘅屙，而拔甩呢就係由 blood 演變出嚟嘅，形容呢遇到啲麻煩事或者一啲棘手嘅難題。一齊重溫下2009年森美笑談廣東話第9集先。嗱，如果各位自由行嘅遊客有一日你嚟香港睇報紙，發現你嘅香港偶像喺電影金像獎因為公布咗票數之後輸咗好多票，攞唔到獎，而你又咁啱喺香港街市嗰度撞到佢買餸，喺呢個時候你可以指住佢同佢講：你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再講，你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再講，你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又或者你喺街度撞到欣宜，發現佢瘦咗好多，但係呢前幾日呢你呢先啱呢同同鄉喺鄉下度笑佢肥，咁呢你再喺呢個時候立即指住自己同自己講：我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再講，我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當然咁難得見到欣宜，你指住佢講：我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若果呢個情況已經係好壞啦，遇到比呢個情況更壞，咁點呢？譬如你喺香港啲金鋪度買金，就發覺所有金都俾你買晒啦，連金曾志偉個頭你都買埋，但係呢你仲有好多錢淨使唔晒，咁喺呢個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對住金鋪嘅職員大喝一句：你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再講句：你今次真係屙拔甩啦！如果個金鋪嘅職員好無奈咁回呢一句：好啊，我冇屙拔甩啦，咁你就可以升級，用另外一句比屙拔甩更加嚴重嘅廣東話：你今次真係屙木塞啊！再講，你今次真係屙木塞啊！嗱，木塞咧本來攞嚟塞住啲嘢噶，若然都屙得出嘅話咧，就真係塞唔住，情況好嚴重啦。若果個職員呆咗，咁你就立即可以乘勝追擊，講佢勁啲嘅：你今次真係屙大吉啊！再講，你今次真係屙大吉啊！如果個職員喊嘅話咧，你就再講佢勁啲嘅：你今次真係屙扣甩啊！再講，你今次屙扣甩啊！你諗下喺咩情況之下會屙出一個咁大嘅扣甩呢？喺呢個情況一定係好壞噶啦。當然，如果你想置個金鋪職員於死地，咁喺呢個時候，你就可以用一句最勁嘅，對住嗰個職員大喝一聲：你今次真係屙拔甩嘅扣甩啦！再講，你今次真係屙拔甩嘅扣甩啦！你諗下，屙扣甩已經情況嚴重啦，仲有拔甩嘅扣甩，應該就情況好不妙啦。所以記住，唔去最後個關頭都冇講呢一句。再次多謝小薯茄嘅影片啟發，我哋會將條片嘅連結放喺下邊嘅說明欄，有興趣可以去重溫翻成個廣東話嘅挑戰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等我哋可以製作更多關於廣東話文化、潮語、歷史嘅影片。留言話低俾我知，仲有幾多音譯外來語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